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4月2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0篇，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到第4节，启示录第4章第1节到1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宝座顶的主。耶稣基督伫受难的时阵，互人见到这个刺配的冠冕。迄个时阵，彼勒多呢，伊判耶稣死刑时，耶稣伫十字架顶，伫迄个耶稣的十字架顶呢，放一个牌仔，用3种语言来写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。虽然犹太祭司反对，并且要求彼勒多甲伊改做讲，伊家己讲我是犹太人的王，但是彼勒多根本就无要插面，并且讲吼，我写的我已经写吼。彼勒多的做法，互耶稣基督对一个罗马政府官员、官方的认证，就是犹太人的王。对伫犹太教祭司长、法利赛人、经学士以及撒都该人来讲，耶稣基督并毋是因所承认的王。甚至呢，因还佫用这个欺骗的方式来甲彼勒多讲，除了该撒以外呢，阮无有王。什么人是真正出卖犹太族、出卖因家己的信仰呢？犹太人将这个抽税的人讲因是罪人，因为因帮忙这个罗马政府来收税。因讲因这个扣税人欺负犹太人，巴结凯撒皇帝。但是这个时阵，因却讲除了凯撒以外，阮无有别个王。什么人是因心中的王？什么人咧出卖犹太人？其实就是因家己。以赛亚受到呼召，成做先知的时阵，伊安尼讲：乌西雅王过身的时，迄一年我看到主，伊悬悬坐伫宝座顶悬。伊的长袍盖满整个的圣殿，伫伊的周围的天使撒拉弗来徛伫遐，每一个拢有6个翅仔，2个遮面，2个遮身体，2个来飞。因彼此来回应讲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伊的荣耀充满全地。因欢喜的声震动了圣殿的地基，圣殿充满云雾。以赛亚先知成做以色列中间最重要的先知之一，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伊看到宝座顶悬的王，就是上帝。或者是咱应该讲，因为以赛亚先知伊的心中有上帝的宝座。伊尊主最大，亲像耶稣基督的妈妈玛利亚同款。有真侪代志，事实上伊并无明白，但是呢，伊表明讲：我的心尊主最大。伫玛利亚的心中有宝座互上帝。就算是耶稣第一届咧行神迹的时阵，玛利亚用老母的身份来请耶稣帮忙，因为伊酒无够。耶稣基督吩咐这个仆人做代志的时阵，玛利亚就吩咐这个仆人，就爱听趁耶稣的吩咐。咱时常听到一寡敬拜俄乐团队用这个有关宝座做名的歌，唱到足欢喜。但是，伫引带大家唱中间，唱毋是重点，重点伫咱服侍的心态甲使命。唱的人的心中是毋是有宝座互主？
这才是重点。耶利米书32章38节到40节安尼讲，因爱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因的上帝，我要互因彼此同心同道，通好叫因永远敬畏我，互我甲因的后代子孙得到福乐，搁会通甲因立永远的约，要对因施恩，并无离开因，而且因有敬畏我的心，无离开我。所以真清楚的，如果咱要成做这个上帝的子民呢，就是爱讲承认上帝是咱的王，是万王的王。咱搁即个看到启示录，约翰受呼召来启示基督的圣神所讲的话。讲接续咧，我得到一个异象，看见天顶有开地的门。我对永过听见迄个好若亲像吹号的声音，佮对我讲：你起来我遮，我要指示你以后必定会发生的事。即时圣神支配我，我看见天顶有一个宝座，有一位坐伫宝座顶。伊的面貌亲像碧玉、红玉，真水一样会闪烁。宝座四围有彩虹围饰，色亲像翠玉。宝座周围有24个座位，顶面坐着24个长老，身上穿着白袍。头戴着金冠，对宝座发出闪电，响亮的声，甲雷的声。有7支点倒的火把伫宝座前，迄就是上帝7个灵。宝座头前有一个亲像水晶一样真光亮清气的玻璃海。宝座的四边有4个画面。前后有满满的目睭。第一个画面亲像狮，第二个亲像牛仔，第三个是妇人的面，第四个亲像咧飞的鹰。迄4个画面，每一个拢有6个室仔，内面外面拢生满目睭，因日暝不停咧唱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全能的主上帝，早伫地，今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。4个画面唱着荣耀尊贵感谢的歌。迄落坐伫宝座顶的永远活伫迄位。这个时阵，24个长老拍拜敬拜伫宝座前。永远活伫迄位，因将家己的冠冕放伫宝座前，讲：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你堪得接受荣耀、尊贵甲权能。你创造万物，万物被造，得到生存，拢是你的旨意。所以，咱看见约翰的话来启示咱。当咱咧宣誓主耶稣基督是咱生命的王的时阵，咱就必须爱亲像这个长老共款，愿意降服伫伊的旨意的下面，好若亲像咧遵行王的命令。因为伫咱的心中，如果咱尊主做大，尊主做王，伊就是咱的王。所以问题是，咱心内底有空位互主吗？诗篇30篇，上主啊，我要尊你做权，因为你有提拔我，无互我的对敌对我夸口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我求叫你，你有医好我。上主啊，你对阴府甲我揪出来，你互我活地，免日入梦空。
上主性的子民啊，恁着唱歌学乐伊，称赞伊的圣名，伊的受气只有一时仔久，伊的恩典到一世人。虽然规暝有低哭，天一个光就有欢喜。伫我顺利的时，我捌讲，我永远袂摇动。上主啊，你施恩，互我亲像山徛在在。你面越走毋看我，我就惊吓。上主啊，我求叫你，我对上主求人民讲，我死入梦有啥利益？土粉减会称赞你，减会保养你的信息。上主啊，求你听我，怜悯我。上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你有将我的低哭变做跳舞，我的毛衫脱起来，用欢喜做大甲我下。安尼我的心神就袂恬恬，会唱歌称赞你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我要永远感谢你。感谢上帝保守慧君姐脑部手术顺利，也保守连长长的手术顺利。因为你是阮生命的主，你创造，你赏赐，你保守也看顾。求主，互阮学习谦卑，互阮愿意来顺服，互阮会通得到成做你上帝国的子民来服侍你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